所以我们一切众生的所作所为来说的话，就是都是心里所想象的跟实际的所做的这两种来说的完全是不是一致的。心里想的就是想要幸福，要得到快乐，但是一切行为呢，就是带来一切痛苦跟一切不圆满的因，一直不断的在造，所以都是背道而驰，一切做法都是造业的，心里一切的想法就是要得到快乐。所以一个人本来要往东方去，他要行走的目的在东方，但是他的方向完全就是在他对着西方一直走，一直走的话，他会到吗？能够可以到达目的地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心里要去的目的是真正的就是东方，他的目标在东方，但是他的方向已经弄错了，他往西方一直不断的在行走。那旁边有很多人说你什么时候才会到目的地？会不会到目的地？他都说我这么努力的走，一定会到目的地。但是很多人就是旁边说你好像有点不对，你的方向不对，他也是会想我走得很好我每天都可以走得很多路，我的体力很好。那就是说，那另一个人说你不对，他就说我很努力一定会有一天到达目的地。但是你再努力，也是你的这个东方的目标离你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对不对？你走得越快离你就是距离就是越大。所以我们众生的一切所作所为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不想幸福跟快乐。这所谓的幸福和快乐，就是究竟的幸福跟短暂的幸福都可以这样讲。所有的短暂的幸福也是一样，究竟的幸福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就为了短暂的快乐跟幸福，就是毁掉究竟的幸福跟快乐。所以我们世间人的一切想法都是这个样子的，真正的能够可以再带来快乐的因素我们不会做。所以我们想要得到快乐，但是因无米于此，所以呢灭掉自己的真正的快乐。简单讲的话，就是我们造业，就是一切有业报的它的那个报应嘛，因果报应嘛，对不对？因果都是在流转，因果是不虚的，它是存在的，它是真正的存在的。所以我们人类的时间是一个消除业障的话，也是能够可以消除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能够可以增加福报的一个福炭。人生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要灭掉我们过去的所有的那个福报，然后就马上我们就是要堕入三恶趣，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罪史，也是在人生当中是最容易能够圆满的一个。所以就是人是一个相当就是可以上下，或者是向上，或者是向下，这两个就是一种可以自己选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三岔路口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遇到佛法，能够可以在做善事，而且是遇到大乘佛教能够可以修持菩提心的一个这样的人来说的，那是非常非常圆满，非常圆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期，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个也是一样，你就是过去很多生都是有这些的福报，所以呢这一世当中也是获得人生，而且是获得了下满人生，能够可以学习佛法，也可以发菩提心，有很容易的非常简单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能够可以圆满这么大这么殊胜的功德的方法都是已经获得了。这是为什么？这当然就是过去生的很多的福报跟因缘一切诸佛菩萨的加持，你跟佛陀接触过因缘，以这样的一个加持的功德。但如果是这一世当中不继续努力的情况下，它还是永远会存在吗？那当然不可能的，因为众生的烦恼是经常都是不断的在参善，内心里面有贪嗔痴，
慢意，就有无度的烦恼等等，一切烦恼都是不断的在产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如法的行为，不善的很多的这种行为一直发生的情况下，那么你过去的这些福报感，过去的那些善的功德也是会消失的。那么就是你在造的业，它也是不光是在这一生当中造业的，那就是这些过去没有圆满这些福报之前，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业力，还是没有全部消完嘛。以这样的情况下，那过去的一些旧的一些业力，然后加上现在呢，就是你就一直有增加的情况下，那就是变成一个下地狱的一个罪使，就是把你直接可以带到地狱嘛。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就人生是最好，也可以说是最可怕的一个这样的阶段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是说自己要好，但是要得到幸福的方法都不懂，然后就自己不想痛苦，然后就是会痛苦的所有的因都是一直都是会在造，所以呢，就是有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呢，能够可以获得可以修持菩提心的这种因缘的时候呢，大家就一定要这种因缘呢，就是不要当做是一个很简单的很普通的一个因缘。那我们也一样，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就是在修持普贤上师言教的过程当中，加一个在如菩萨行论的，就是菩提心的一个利益品的这个方面的一个学习。那我的希望就是这样的，因为既然非常殊胜你们也都是本来就是为了这一次的这个人生当中的修行已经做很多努力，然后也是一开始有兴趣想要学佛，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既然有这么殊胜的因缘，而且也是大家都已经是很努力的情况下，那我就一定要至少就是介绍一下、推荐一下、引导一下，这是做一个弘法的上师的一个基本的任务那也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以这样的一个对修持的方面的一个努力，产生更精进的一个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一起学习菩提心的目的是这样的。所以从最简单来讲的话，那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幸福消灭掉。消灭自己的幸福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造业，对不对？对。这个很容易产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愚痴。最可怕的我们没有智慧，我们的愚痴是非常深、非常严重，所以就很容易消灭到能够带来幸福的根源。所以内心里面就是不能断除菩提心，不要忘记发菩提心然后不要忽略这么殊胜的方法跟因缘。自尊自恋着康中